弟兄姊妹 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今日會同大家講到呢一個星期嘅妥拉讀經篇，就係呢個嘅第27篇嘅懷孕篇，同埋咧第28篇嘅麻風篇。猶太人咧，佢哋會喺安息日嘅聚會當中咧，就會將呢兩篇嘅經文咧一齊咁樣去誦讀。呢個懷孕篇嘅經文嘅篇幅咧，就係利未記第12同埋13章。而呢個嘅麻風篇嘅經文嘅篇幅咧，就係14同埋第15章。懷孕篇嘅希伯來文咧，就係呢個嘅 Tasria， 意思咧就係她懷孕了。就係咧從利未記第12章第2節嗰度話，若有婦人懷孕生男孩，和本喺度翻就係婦人懷孕啦。而麻風篇嘅希伯來文咧就係 Metzora， 意思咧就係長麻風嘅人。就係咧嚟自利未記第14章第2節經文嗰度話，長大麻風得潔淨的日子，其例乃是這樣。係利未記第11到第15章咧，其實咧係一個大嘅段落，係一個咧完整嘅一段嘅經文。11到15章咧就講到咧以色列人佢哋咧日常生活嗰個嘅潔淨嘅條例啦。咁所以雖然咧第11章係喺上一次嘅屬於上一次第8篇裏面嘅內容，但係其實咧佢同今次呢個嘅懷孕篇同麻風篇，即係12到15章咧，其實唔能夠分開嘅。所以利未記嘅11章咧就講到食物嘅潔淨嘅條例，而12章就講到女人咧生孩子嘅潔淨嘅條例，而13同埋14章講到咧呢個皮膚病或者呢個麻風病嘅定斷同埋潔淨嘅條例，而15章咧就係講到呢個咧漏症嘅潔淨嘅指引。咁所以11到第15章咧都係講到以色列人佢哋日常生活裏面咧潔淨嘅指引。喺利未記第13章裏面講到嘅麻風病咧，其實咧同今日我哋所理解嘅麻風，即係話呢個 leprosy 咧，其實咧係唔一樣嘅。所以應該利未記13章裏面所講嘅麻風咧，其實應該係呢個皮膚病，即係有咧唔同種類咧嘅皮膚病 skin disease 咧，唔係我哋今日現代所理解嗰個嘅麻風嗰個 leprosy。但係患咗呢個皮膚病嘅咧，仍然咧係屬於不潔嘅。點解咧？利未記13章14同15節經文嗰度咁話，但紅肉幾時顯在他的身上，就幾時不潔淨。祭司一看那紅肉，就定他為不潔淨。紅肉本身是不潔淨，是大麻風。經文喺度咧，好清楚俾我見到關於呢個嘅紅肉就係咧係唔潔淨嘅。所以有呢個紅肉嘅時候咧，就有呢個嘅皮膚病，就係咧不潔。而喺呢個紅肉裏面呢個肉呢個字咧，希伯來文咧就係拔沙。而呢個嘅肉拔沙咧係喺創世記第2章嘅時候咧有出現嘅。創世記第2章23節，那人說：這是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24節，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所以呢個肉拔沙呢個字咧有聯合啦，同埋咧亦都有象徵生命嘅意思。但係呢個字咧亦都有另一個意思係相反嘅。係代表住咧罪啦，代表住呢個嘅悖逆。因為咧喺亞當夏娃犯罪之後，喺即係創世記第3章呢個罪入咗去世界之後，跟住咧喺創世記第6章嘅時候咧，又有咁樣出現講到關於呢個嘅肉，就係咧，譬如創世記第6章第12節，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嘅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呢度經文提到咧，呢個血氣嘅人咧係敗壞嘅。呢個血氣嘅人其實就係呢個嘅拔沙。好，咁跟住落嚟咧，講下呢個懷孕篇同埋咧呢個嘅麻風篇嗰個經文咧主要嘅內容啦。咁呢兩篇咧嗰個嘅內容咧係好簡單嘅啫，就係咧喺呢個嘅第12章咧就講到呢個嘅女人啦，生孩子嘅潔淨嘅條例。利未記13同埋14章咧就講到呢個嘅麻風病嘅定斷同埋咧潔淨嘅條例或者指引。而呢個嘅第15章咧就講到呢個嘅漏症啦，或者外流物嘅條例，即係話人
喺佢嘅生殖器官嗰度，如果有唔正常嘅液體從咧生殖器官嗰度咧流出體外嘅條例同埋指引。好，咁講完呢個經文嘅主要內容之後咧，就會咧揀裏面咧一啲嘅重點嚟到講啊。咁呢個Tazria 同埋咧 Mesorah 呢兩篇咧嘅經文咧，的而且確咧係非常之唔容易，好難咧去理解嘅。但係咧裏面嘅意思喺利未記同埋咧作為整個嘅妥拉當中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咁第一就想咧講下成個咧利未記呢27章嘅經文咧嗰個嘅結構先。第一部分咧就係呢個嘅利未記第1到第7章，係講到咧關乎敬拜裏邊咧講獻祭嘅條例。第二部分咧就係利未記第8到第10章，係講到關於祭司，特別咧佢哋就職嘅禮儀啦。第三部分咧就係利未記第11到第15章，係講到咧關乎潔淨嗰個嘅條例或者指引。而第四部分咧就喺利未記嘅第16章，係講到呢個嘅贖罪日。第五部分咧就係喺利未記嘅17到20章，關乎咧呢個嘅聖潔喺嘅條例。跟住第6部分咧就係喺利未記第21到22章，亦都係講關乎咧祭司喺佢裏面一啲嘅指引啦、規範。而最後第7部分咧就係利未記第23到27章，係關乎咧敬拜裏面咧特別提到節期啦、安息日啦、禧年。咁所以我哋咧見到喺利未記27章成卷書裏面咧係形成咧一個咧即係線形或者咧交叉嘅結構。而喺呢個嘅結構嘅當中咧，最重要嗰部分咧就咧見到咧係呢個嘅贖罪日，就係咧第4部分。但係對於我哋今次呢兩篇嘅經文咧，就係見到咧喺第3部分，即係話咧喺利未記第11到第15章，關乎咧嘅潔淨嘅條例或者指引啦。第二啦，根據我啱啱喺頭先嗰點所講到咧，喺利未記成卷書嗰個嘅結構當中咧，第3點裏面咧就係話咧係利未記第11到第15章咧，其實咧係一個大嘅段落，係一個咧完整嘅一段嘅經文。咁所以咧佢係喺記載咗會幕同埋獻祭嘅條例，即係喺利未記1章第1到第7章之後，跟住咧由呢個嘅11到15章咧就講到咧以色列人佢哋咧日常生活嗰個嘅潔淨嘅條例啦。咁所以雖然咧第11章係喺上一次嘅屬於上一次第8篇裏面嘅內容，但係其實咧佢同今次呢個嘅懷孕篇同麻風篇，即係12到15章咧，其實唔能夠分開嘅。所以利未記11章咧就講到食物嘅潔淨嘅條例，而12章就講到女人咧生孩子嘅潔淨嘅條例，而13同埋14章講到咧呢個皮膚病或者呢個麻風病嘅定斷同埋潔淨嘅條例，而15章咧就係講到呢個咧漏症嘅潔淨嘅指引。咁所以11到第15章咧都係講到以色列人佢哋日常生活裏面咧潔淨嘅指引。好，第3點咧就係話咧呢個利未記第11到15章呢5章嘅經文裏面講到嘅潔淨嘅條例或者指引咧，主要唔係關乎呢個嘅道德上面嘅潔與不潔，唔係關乎道德上面嘅對與錯，而係要講到嘅咧係呢個嘅禮儀上面嘅潔淨同埋唔潔淨，即係話呢個嘅唔係個 moral 嘅對與錯，而係咧呢個嘅 ritual 係呢個嘅禮儀上面嘅潔與不潔。因為喺呢啲嘅潔淨嘅條例當中，咁又包括到女人會生仔啦，或者咧會有即係月經啦，咁呢啲好明顯就係即係神創造女性嗰個咧，即係必須咧係會發生嘅。咁所以嗰個唔關乎喺嗰個道德上面嘅潔與不潔或者對與錯嘅問題，而係關乎當即係如果食咗嗰啲嘅唔應該食嘅食物，跟住當即係喺懷孕之後跟住或者咧喺有月經嘅時候，喺啲咁嘅情況或者咧喺呢個嘅麻風病嘅情況底下咧能唔能夠咁樣嘅去親近神咧？因為我哋要記得喺利未記裏面主要要處理嘅問題咧，就即係話喺個咁聖潔嘅神
嘅同在嘅當中，咁究竟一個犯罪咁新同埋咧咁不潔嘅以色列人，點可能同咧神一齊？點可以去敬拜佢？點樣咧可以去親近佢？咁所以神咧就透過利未記裏面咧去啟示關於咧呢啲嘅指引，無論咧係喺會幕裏面咧獻祭嘅指引，同埋咧日常生活嗰啲嘅指引咧，以致能夠讓以色列人咧能夠咁樣嘅咧去親近佢。所以再強調一次，呢5章經文裏面提到嘅呢啲潔與不潔嘅指引咧，主要唔係關乎道德上面嘅，而係關乎咧呢個嘅禮儀上面，就係話要喺咁樣嘅，如果嗰啲所謂不潔嘅情況底下咧，嗰個人嗰以色列人咧，其實係唔適宜，係唔可以咁樣嘅咧去親近去敬拜呢個嘅聖潔嘅神。佢哋唔能夠進入去會幕啦，亦都唔可以喺神嘅神聖嘅同在當中咧咁樣去親近去敬拜佢。所以咧，以色列人咧，佢當時嘅時候就應該要按住喺呢5章裏面嘅經文，喺佢日常生活當中去保持住呢個咁樣嘅狀況，以至得佢哋能夠咧繼續咁樣嘅去親近去敬拜呢個以色列嘅神。第4咧就要講下利未記第11章裏面提到嗰啲嘅食物嘅潔與不潔嘅條例。喺利未記第11章第46、47節嗰度經文話：這是走獸、飛鳥和水中游動嘅活物，並地上爬物嘅條例，要把潔淨的和不潔淨的、可吃的與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別出來。呢次經文裏面咧提到有走獸啦、飛鳥同埋咧水中游動嘅活物，即係話包括晒喺天、喺地同埋喺海裏面所有嘅動物，邊啲係乾淨，邊啲咧係唔乾淨，邊啲咧係食得，同埋邊啲係唔食得，要將佢哋咧咁樣嘅分別出嚟。而呢個分別嘅行動咧，正正咧亦都係咧祭司佢好重要嘅職責，同埋咧呢段嘅經文咧係喺利未記第11章咧嗰個嘅總結嚟嘅。咁所以就係講到祭司咧，其實佢就係要咁樣分別，而祭司咧佢都需要教導以色列人點樣嘅去將呢啲嘅活物咧咁樣分別出嚟，以至邊啲食得唔食得。而呢節經文咧同喺利未記第10章第10節嗰度咧，亦都係非常之平衡，好有關係嘅。利未記10章10節，使你們可以將聖的、俗的、潔淨的、不潔淨的分別出嚟。呢度咧就係講到祭司佢嗰個職責。咁樣咧就係亦都佢要教導祭司，要教導以色列人分別究竟喺呢啲嘅所有天地海裏面所有呢啲嘅動物咧，邊啲係食得同埋唔食得。咁而正正我哋中國人咧，即係中文翻譯食物呢個字就非常之有意思啦。咩叫食物咧？就係食得入口嘅嗰啲先叫食物，唔食得唔放得入口唔食得嘅嗰啲就唔係食物啦。更加咧經文咧話到嗰啲唔潔淨嘅咧，唔單止唔食得，更加咧係可憎嘅，就好似喺利未記11章10節啦。佢話：凡在海裏、河裏並一切水裏游動嘅活物，冇鰭冇鱗的，你們都當以為可憎。呢個可憎咧係喺出現咗好多次嘅。跟住之後咧，喺呢個嘅第20節有出現啦，係可憎嘅啦。13節啦都有出現啦，話雀鳥中你們當以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點解喺神創造嘅活物當中會有不潔唔食得，甚至乎咧係可憎嘅咧？我哋咧要明白利未記嘅核心咧，就係想要將以色列人帶翻去神起初創造嘅時候嗰個嘅秩序。又話呢個聖潔嘅神咧，佢亦都係嗰個嘅創造有生命同埋咧有秩序嘅神。神嘅聖潔同埋神嘅創造係唔能夠分開嘅。但係當亞當同夏娃犯罪之後，呢個罪入咗嚟世界，所以咧喺創世記第3章嗰度，蛇咧被咒詛，而咧地亦都被咒詛，而蛇所代表嘅動物咧亦都被咒詛。所以呢個大自然嘅世界其實已經俾罪污染咗，成為咗個破碎嘅世界，一個 broken world。而家以色列人就只能夠按住神喺利未記裏面喺會幕當中透過神俾佢哋嘅啟示，而咧恢復翻呢個咧創造嘅秩序。所以神佢話俾佢哋聽，邊啲係乾淨，邊啲係唔乾淨，邊啲係食得，邊啲係唔食得，同咧神呢個佢嘅創造，而呢個創造咧被破壞咗，被罪破壞咗咧係好有關係嘅。
即係話，如果我哋想明白利未記第11到第15章咧，我哋必須要明白創世記第1到第13章裏面所發生嘅事。第5要講嘅咧就係喺利未記第13章裏面講到呢個嘅麻風病嘅條例啦。喺利未記第13章裏面講到嘅麻風病咧，其實咧同今日我哋所理解嘅麻風，即係話呢個 leprosy 咧，其實咧係唔一樣嘅。所以應該利未記13章裏面所講嘅麻風咧，其實應該係呢個皮膚病，即係有咧唔同種類咧嘅皮膚病 skin disease 咧，唔係我哋今日現代所理解嗰個嘅麻風嗰個 leprosy。但係患咗呢個皮膚病嘅咧，仍然咧係屬於不潔嘅。點解咧？利未記13章14同15節經文嗰度咁話：但紅肉幾時顯在他的身上，就幾時不潔淨。祭司一看那紅肉，就定他為不潔淨。紅肉本身是不潔淨，是大麻風。經文喺度咧，好清楚俾我見到關於呢個嘅紅肉就係咧係唔潔淨嘅。所以有呢個紅肉嘅時候咧，就係有呢個嘅皮膚病，就係咧不潔。而喺呢個紅肉裏面呢個肉呢個字咧，希伯來文咧就係拔沙。而呢個嘅肉拔沙咧係喺創世記第2章嘅時候咧有出現嘅。創世記第2章23節，那人說：這是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24節，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所以呢個肉拔沙呢個字咧有聯合啦，同埋咧亦都有象徵生命嘅意思。但係呢個字咧亦都有另一個意思係相反嘅。係代表住咧罪啦，代表住呢個嘅悖逆。因為咧喺亞當夏娃犯罪之後，喺即係創世記第3章呢個罪入咗嚟世界之後，跟住咧喺創世記第6章嘅時候咧，又有咁樣出現講到關於呢個嘅肉，就係咧，譬如創世記第6章第12節，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嘅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呢度經文提到咧，呢個血氣嘅人咧係敗壞嘅。呢個血氣嘅人其實就係呢個嘅拔沙，即係話咧血肉之軀啊。呢個英文咧可以話一個 flesh 就係呢個嘅肉。所以呢個嘅即係喺個紅肉裏面呢個嘅肉喺利未記嚟到講咧，亦都係象徵住一個嘅罪啦、墮落啦，同埋咧呢個嘅悖逆啊。所以咧會有呢個嘅皮膚病。一個最清楚嘅例子咧，就喺民數記第12章裏面提到咧，摩西嘅姐姐米利暗佢咧患咗呢個麻風病。喺12章第10節，民數記話：雲彩從會幕上挪開了，不料米利暗長了大麻風，有雪那樣白。亞倫一看米利暗長了大麻風，就對摩西說：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們愚昧犯罪，便將這罪加在我們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育兒半難嘅死胎。我見到米利暗咧，佢懷疑摩西挑戰佢嘅權柄，亦都咧係懷疑耶和華嘅揀選，所以咧其實佢喺度挑戰緊神嘅權柄，所以咧係米利暗呢個嘅悖逆嘅罪而帶嚟咧俾佢有呢個嘅麻風，咁樣就係呢個嘅皮膚病。但係喺佢嘅情況嗰次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皮膚病。所以一個患咗皮膚病嘅以色列人係唔適宜喺神聖潔嘅同在當中咁樣嘅去敬拜佢嘅，因為呢個嘅皮膚病就係象徵咗有呢個罪，有呢個嘅悖逆，咁即係有呢個嘅死亡。但係神係一個創造聖潔同埋有生命同埋有秩序嘅神，所以佢唔能夠喺即係讓以色列人喺一個咁樣冇秩序去破壞佢嘅創造，有呢個嘅死亡情況底下，咁樣咧敬拜佢。所以神咧就俾呢個嘅條例話俾佢聽點樣嘅咧，為之當佢潔淨嘅時候，佢咧以色列人先至能夠咁樣嘅去親近耶和華呢個聖潔嘅神。祝福大家。